好，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將第二篇嗰個咧題目我哋一同讀下。Amen 嚇，好咁咧喺今次呢一個系列講到咧極其需要新嘅復興咁咧一共咧有6篇嘅信息。咁第一篇咧上一週我哋所進入嘅，佢係一個咧可以話係一個鳥瞰就將咧主喺末了藉住咧佢僕人所釋放嘅負擔就講到咧相信主喺佢回來以前喺佢嘅子民當中要有一個咧前所未有嘅復興新嘅復興而呢個復興咧主要咧由3方面所組成一就係咧嗰個神聖啟示達到高峰第二咧就我哋過神人嘅生活，咁第三咧就係嗰個按着神牧養咁第二篇咧就我哋今週所進入嘅就關乎咧呢個神聖啟示嘅最高峰咁第三、第四篇咧就同過咧神人生活有關嘅，第五、第六篇咧就係咧同牧養呢個負擔有關嘅咁但係咧因着嗰個時間嘅關係我哋8月尾嘅時候咧要進到嗰個7月訓練，咁所以咧我哋只花4週時間就係1、2、3、5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跟住第5篇，然後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進到嗰個咧7月訓練錄影訓練等等啦可以嘛？好咁今週我哋咧講到呢個達到神聖啟示嘅最高峰之進入呢個綱目之先咧，咁我哋咧需要有一啲嘅交代咁點解咧？因為呢度係講緊最高峰啊嘛咁既然係最高峰，咁到底呢個高峰之下係啲咩咧即係好多弟兄姊妹一進到召會生活就已經最高峰啦咁到底喺呢個最高峰嘅佢嘅即係未達高峰之前係啲咩嘢咧？咁樣咁我哋咧中間有一本書呢本書咧叫做異象嘅高峰同埋咧基督身體嘅實際咁呢一個聚會咧佢有一個背景係咁樣嘅1994年新春華語特會咁咧喺嗰個特會裏面咧李鼎就寫咗呢首詩歌何大神蹟何深奧秘神境與人聯調為一咁樣咁喺呢個特會裏面咧李鼎亦都咧好清楚佢話聖經我摸咗70幾年啦之中聖經就係講神嘅經綸而神嘅經綸咧就係8個字神成為人叫人咧能夠成為神咁結果李鼎自己講佢係因着咧呢一個的確咧碰到或者話威脅到仇敵，所以咧其實咧李鼎喺嗰個特會裏面咧佢就病咗。咁喺呢個病裏面咧我當時在現場參加訓練啦。第一篇係佢講嘅，第二、第三篇佢冇辦法講咁佢就請弟兄們代佢講到第4篇咧佢上台講，咁佢就要坐低講啦。咁大概講咗15-20分鐘咁佢就講完啦咁佢就離開啦。咁我從來未參加過一個特會信息20分鐘，然後剩低嘅時間唔係提早散會，係申言1個幾鐘頭申言，就係申言咧佢嗰15-20分鐘嘅説話咁呢15-20分鐘嘅説話咧如果你有機會去不過我要更新一下如果你有機會去台北嗰個信基大樓佢有一個以前有一個電視一路就重複緊呢一段錄影，其實就係嗰段咁喺嗰度咧，咁然後咧就我哋所知後來我哋先知就話咧，原來醫生同埋醫護人員咧，咁原來就一路響下面等緊佢，所以佢釋放完呢15-20分鐘咧，其實佢就就後來跟進咗醫院，咁所以從嗰個2月中一路到大概5月咧。李鼎係冇辦法公開盡職或者話咧有話語嘅服侍嘅，咁直到咧就係呢一個啦，就係呢本書。咁呢本書咧係一個咩背景咧？其實咧就係應該係5月初，即係由2月到5月3個月時間。咁台北嘅長老同工們咧就到專程飛到美國探望李弟兄。咁所以咧呢一個聚會其實係一個少數人嘅聚會，20幾人嘅啫。佢唔係一個點樣大嘅特會咁從呢度咧，李弟兄咧，因為年紀亦都大啦，亦都經過呢場病，咁佢咧就語重心長嘅特別咧頭2篇佢就交代我哋中間從魏弟兄開始70幾年即係等於由1922到當時係1994即係72年間我哋中間咧主點樣藉住魏弟兄
將呢個啟示咧係一步一步帶往前。咁魏弟兄嘅職事主要就從1922到1952。咁1949年咧，李弟兄就到咗台灣啦。咁佢自己講，佢話佢好明顯嘅佢亦都知道呢份話語嘅職事咧，就從魏拓星弟兄嗰度咧就轉到去佢嘅身上啦。特別到52年，魏弟兄就冇辦法再公開嘅嚟到服侍啊嘛。咁李弟兄自己講，佢話呢份話語職事臨到佢嘅時候咧，亦都繼續嘅往前。往前到邊一度咧？就係1994年。咁跟住佢就話：而家咧呢一個神聖嘅啟示咧達到高峰。所以係一個咁樣嘅背景可以嘛？好，咁就住個題目咧，我提兩個點嚇。喺呢個題目裏面咧，第一請弟兄姊妹留意啊，佢係達到神聖嘅啟示。咁啟示係從邊度嚟咧？啟示係從咧主嘅話語解開揭開而嚟嘅。啟示唔係發夢而嚟嘅，即係唔係我禱告突然間就見到一啲好奇異嘅景象，就話我睇到啟示啦。其實啟示係從主嘅話得到咧正確嘅解開揭開而嚟嘅。所以咧其實意思即係話已經喺度啦，但係咧多年來被蒙蔽冇解開，所以我哋冇睇到啟示，可以嘛？呢個關乎個題目第一個點要留意。咁第二個點咧就係留意佢唔係話神聖啟示嘅高峰，佢係神聖啟示嘅最高峰。咁既然用得最高峰，意思就話冇得再高啦。咁弟兄姊妹，唔知大家會唔會問一個問題：真係冇得再高咩？真係冇得再高咩？咁我就要倒過嚟問下弟兄姊妹，有邊一個啟示能夠比起人在生命性情不在神格上成為神更高？係咪？即係你人能夠與神在生命性情上一模一樣啦，還有一個可以比呢個更高咩？所以弟兄好有把握，佢話呢個係最高峰。我希望咁樣簡單，我點一點你就知道我哋嘅題目咧。每個詞佢用都係有佢嘅意思㗎。所以呢一週咧，呢一週咧，我哋要進到呢個神聖啟示咧，其實我哋一定要聯於主嗰個話語，即係從聖經如何咧將呢個嚟到解開，好嘛？好。咁另外咧有兩幅圖其實就係響我頭先講嘅呢一本書李弟兄咧佢就用好簡單嘅交通咧，我就覺得好寶貴。點解咧？佢用4句話將魏弟兄30年嘅職事作咗一個總結。即係我哋有62本文集讀完62本我就肯定講唔出呢4句話。咁魏弟兄點樣總結魏弟兄嘅話咧？佢話魏弟兄一起手，佢嘅職事頭一項就係咧關乎嗰個叫做咧救恩或者叫做得救嘅確據咁簡單講就係話咧喺當時叫做20世紀初係咪？佢話其實福音已經到中國啦人亦都將咧主耶穌嘅名帶嚟啦，但係人對於救恩搞唔清楚。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問佢你得救未咁樣好多人話我唔知喎，係咪？如果主第日話我得救，我咪得救咯；如果話我未得救，咁我就未得救噶啦。咁魏弟兄咧就從聖經清清楚楚嘅將救恩呢個確據咧幫我哋咧理順咗。咁而家我哋咧即係呢個從生命課程就好清楚啦，一個叫外證，一個咧叫做內證一個咧叫做愛證外證就係聖經嘅說話嘛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凡接受他的就是咧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嘅人佢就賜我哋權柄成為神嘅兒女。即係話咧從神嘅話我哋清清楚楚知道我哋一次得救我哋就永遠得救係咪？咁仲有嗰個內證就係那靈同我哋嘅靈見證我哋係神嘅兒女仲有愛證愛證就係咧我哋見到咧弟兄姊妹嘅時候就有一種感覺係嘛好親嘅就知道我哋已經出死入生了。Amen。咁呢個咧係魏弟兄第一即係喺佢年輕嘅可以咁講喺佢職事嘅早期，佢就打咗呢個根基，叫做咧得救嘅確據所以有陣時我都好感動噶，我就唔明白哇！即係當時嗰啲西教士老遠嚟到中國大陸，原來佢自己連救恩都未搞清楚，佢就願意咁樣嚟付代價
今日我哋搞得清清楚楚，但係咧，我哋願唔願意咁樣嚟到付代價咧？即係老遠咁樣嚟傳一個福音係咪？將主耶穌嘅名帶嚟。但係可能即係當時連即係救恩，即係呢個得救嘅確據都未必講得清楚。好啦，咁然後咧，請留意呢份職事咧係往前嘅。喺啟示上點往前咧？從嗰個救恩，佢就往前到咧召會啦。咁魏鼎一得救好快，因為佢傳福音啊嘛。但係人得救，下一個問題就係，人得救去邊度聚會咧？有不同嘅會啊嘛，即係喺佢嘅年代咩美爾美會啊、中華基督教會啊、咩長老會等等等等好多嘅會。咁佢就問啦，到底我要將人帶邊一個會咧？咁魏鼎從聖經，佢就一切都回到聖經係咪？咁佢回到聖經嘅時候，佢話聖經咩會都冇喎，聖經只有教會。咁教會喺邊咧？教會顯響各地方。羅馬書就係保羅寫信俾羅馬嘅教會係咪？哥林多就係寫俾哥林多嘅教會。加呢個腓立比、哥羅西、以弗所就係寫俾當地嘅教會。更清楚嘅就係嗰個啟示錄7個召會，其實就係7個城市。所以咧，魏弟兄喺佢好年輕嘅時候就開始咩咧？開始我哋叫做脫宗派。在地方嘅立場上開始咧呢一個嘅擘餅聚會。咁佢自己見證，佢話即係喺我哋當中第一個擘餅聚會係3個人，就係喺福州由3個人到今天但係佢自己講，佢話咧呢個真係摸着神嘅心佢話咧哇，佢話在地如同在天雖然人不多，但係咧主嘅同在、主嘅喜悅係喺嗰度咁所以咧從救恩嗰個得救嘅確據就往前咧去到咧地方召會嗰個嘅實行啦。好咁，但係咧眨眼間大概應該10多年嘅時間。咁喺我哋中間咧我哋即係當時魏鼎嘅同工們咧，基本上咧傳咩咧？第一就係傳咧蒙頭傳受浸傳按手傳擘餅咁點解咧？因為呢幾項實行咧，都係當時喺一般公會裏面咧冇周周擘餅噶嘛。甚至有啲係所謂一年領一次聖餐，咁冇受浸噶嘛，灑個水噶嘛，咁亦都冇蒙頭噶嘛，咁咧，所以呢4項實行咧，可以咁講，都係喺我哋當中咧，早年魏鼎就恢復啦。咁但係到一個地步咧，魏弟兄咧喺同工聚會，佢就同同工們講，佢話如果你哋到處去，仲有一樣就係叫人脫宗派，走道路，所謂走道路就係要走。呢個地方召會即係走呢條嘅道路。咁魏鼎到一個地步，話如果你哋到處去，只係傳講呢一個，你哋就唔好再話你係我嘅同工。點解咧？跟住魏鼎就講啦，佢係神興起我哋，唔係只係為着頭先講呢啲外面嘅實行做見證。佢話神興起我哋咧，我哋乃係要咧作耶穌嘅見證。咁所謂作耶穌嘅見證就係第3項啦，就係咧以基督作生命正如保羅講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嚟到活着，係咪？我如今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咧能夠照常顯大，因為我活着咧就是基督。咁魏鼎講，佢話我哋嘅見證係呢一個我哋嘅見證唔係只係恢復咗受浸，將人完全浸入水裏。我哋嘅見證亦都唔係恢復咧周周擘餅我哋嘅見證啦係咧為耶穌做見證。好啦，咁李弟兄講，佢話咧頭3項大家都接受但係去到第3項咧呢個係李弟兄嘅發表佢話佢話在喺嗰個時代真係能夠進入嘅咧，佢話渺若晨星，意思即係話大家都點頭，點完頭之後咁即係點啊？其實就係咁樣意思啦。所以咧，我年輕嘅時候讀魏鼎嘅信息，我就發覺，好多時候魏鼎嘅信息講完之後，佢最後嗰句就係願神憐憫。咩叫願神憐憫？即係有憐憫就明啦，冇憐憫咪唔明咯。即係其實就係你聽完你都咁，即係點咧？大概係一個咁樣嘅情形嚇。好啦，咁到1939年，咁呢個1939年有個背景咧，就係其實魏鼎咧當時去咗歐洲一趟亦都應該亦都有去美國就係探訪弟兄會。咁佢從弟兄會嗰度咧就睇見一個現象，就係分而又分即係100年之間啫。弟兄會就已經分成許許多多，佢甚至喺一條街都可以有
幾個團體話佢哋係弟兄會背景，咁從呢度就引進毅鼎咧對基督身體嘅看見，所以從1939年開始咧，毅鼎咧就可以咁講，佢就一直喺度釋放咧關乎基督身體嘅信息。因為當時咧喺我哋中間咧恢復咗地方召會，大家都好寶貝咧地方召會啊、地方立場等等，但係咧不知不覺間毅鼎話佢地方教會自己成為一個小王國。即係話呢一度咧係呢度香港係我哋嘅即係我哋係喺香港你哋係喺澳門嘅你不干預我哋不干預你咁樣咁，但係毅鼎睇見佢話神要得着嘅唔係許許多多嘅地方教會，佢話許許多多嘅地方教會至終要成為基督一個咧宇宙嘅身體可以嘛？所以咧呢個係李弟兄。喺佢晚年嘅時候，佢就用呢4個點咧，將毅弟兄嗰個職事咧做咗一個嘅咁樣總結。但係咧喺呢度有一個重點係咩咧？弟兄姊妹請留意毅弟兄佢哋嘅啟示係一直往前，一直往前意思話咧呢份職事佢唔係停頓㗎，佢係一直往上去㗎。好啦，咁然後咧李鼎就講佢自己啦，下一幅。1949年李鼎咧被打發到台灣，咁到52年咧毅鼎咧就冇辦法再即係公開嘅服侍啦因為咧佢就被囚咁李鼎自己講，佢話咧從1950年開始，佢就以響毅弟兄所交通嘅基督與召會呢一個嘅基礎上一直講一切都離唔開基督與召會。所以我哋有啲書咧，你去睇下詩篇當中基督與召會，雅歌書中基督與召會，約翰福音基督與召會，就係咁樣嚟啦。好，咁然後再往前嘅時候咧，佢一跳咧，佢自己就跳到1980年啦。到1980年嘅時候咧，佢講咩咧？咁李鼎佢就睇見，佢話如果唔係藉著婚詞佢話咧冇辦法有基督嘅身體。因為我哋一直講基督嘅身體嘛，基督嘅身體乃藉著咧三一神經過種種過程能夠將佢自己咧分賜到我哋裏面而產生咧基督嘅身體。咁去到1984年咧李鼎自己講，佢話咧又係一個叫做英文叫 landmark 一個里程碑milestone 係嘛咁呢個係咩咧？就係叫做神新約嘅經綸。咁我哋中間有一套書好厚嘅紅色嘅，就其實簡單講就係從福音書到書信到啟示錄，李鼎就從頭到尾講一次，但係佢以嘅角度就係神新約經綸嘅角度去講嘅。好啦，咁你話我未睇過呢套書，唔緊要，有一幅圖係個代表作，就係喺我哋恢復本聖經。我哋恢復新約恢復本聖經咧，後面有幾幅圖，其中有一幅。我冇帶嚟有3格嘅，一格就係福音書，一格就係書信，一格就係啟示錄點樣咩父在父同着子咩憑着靈即係嗰幅圖其實就係佢即係將呢個神新約經綸咧用一個圖就將佢咧幫我哋總結咗出嚟咁好啦，咁然後咧佢話又10年到1994年又係一個咧關鍵嘅時刻，佢話。神成為人，叫人成為神，才能產生基督嘅身體好嘛？咁弟兄姊妹呢兩幅圖咧就作為一個總結，幫大家咧打一個根基，點就呢個題目啦咁今日我哋乃係要達到神聖啟示嘅高峰可以嘛Amen。好，我頭先講嘅咧，其實港台嘅信息，即係喺現場其實弟兄咧就用呢本書交代咗嘅。咁所以咧，我覺得為著我哋能夠進入嘅話如果否則咧，我哋咧就會出現一個情況有最高峰，但係冇咗下面係嘛？今日咧我哋有最高峰不過咧我亦都咁樣鼓勵弟兄姊妹唔使擔心嘅點解咧因為就等於而家大家用嗰個 iPhone 係幾多？我從來未用過17最早期係咩6啊5啊4啊咁意思即係話你今日你用 iPhone 17就你唔使由4用起噶啦，你係咪？你唔使由 iPhone 6用起噶，你用 iPhone 17你其實因為佢已經包咗
之前踏在前人嘅肩膀上承繼一切，包羅萬有都喺裏面啦。所以你亦都唔使擔心話，哎呀咁我哋只有高峰冇咗。其實今日嘅信息係全包嘅。不過咧，我哋咁樣稍微補充一下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咧，主喺佢嘅恢復裏面咧，係一直往前嘅，弟兄姊妹。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需要，包括我哋個人，我哋亦都需要喺呢個看見上一再嘅往前。因為咧喺教會生活裏面有新進嚟嘅，亦都有一啲咧，好似我哋已經有一段年日，唔好一睇見就話又講呢一個呢個又講就成為一個難阻啦。每次對我哋都係新嘅。係嘛？盼望每一次咧，我哋都有更新嘅進入，亦都咧能夠咧有被拔高Amen。好，咁呢個背景交代之後咧，我哋就開始進到嗰個歌目部分，好嘛？第一大點我哋請弟兄姊妹咧一同讀。Amen。所以咧喺李鼎嘅萬年佢就咁講，佢成本聖經就係講一樣嘢，神的經律所以你可以圈低嘅經律。咁神嘅經律8個字，神成為人，人成為神可以嘛？12個字如果你能夠捉住呢12個字聖經就俾你讀通啦。全本聖經都係講神有一個經綸呢個經綸就係講到咧神要成為人，好叫人在生命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咁咩叫做不在神格上咧？弟兄姊妹呢個我哋需要注意嘅就係我哋唔會成為嗰個受敬拜嘅對象，係嘛？Amen。好，咁第一重點成本聖經作為神永遠經綸嘅說明咧，係三一神嘅一個自傳。咁留意呢句話佢話見於永世嘅兩個段落。咩叫永世兩個段落？就係已過嘅永遠到將來嘅永遠。可以嘛？已過嘅永遠到將來嘅永遠，咁喺呢兩個永遠中間就係時間啦。可以嘛？好，咁我哋咧就繼續我簡單嘅將呢個解一解下。咁第一個小點就講啦，佢三一神從已過嘅永遠裏面咧，就進入到時間嘅裏面佢帶着神性進到人性裏。請你畫低下，佢就成為咗嗰位成肉體的神。咁呢個咧就見於四福音。咁呢位成肉體嘅神咧，主要佢喺地上就完成咗法理嘅救贖。Amen。我唔多講啦字字珠璣Amen。咁有兩節聖經一個約翰福音1章14節話成肉體，係咪？呢個話成肉體咧，其實就係佢從永遠裏進到時間裏。佢咧帶着神性進到人性裏咁然後咧到29節當佢哋睇見耶穌嘅時候，佢話看啊，唔係神嘅兒子係嘛？佢你明明係一個人，跟住佢話佢係羊神嘅羔羊，就講出咧佢要嚟到地上所作嘅工，就係咧要除去世人之罪的。咁呢個就同佢咧完成嗰個法理救贖有關可以嘛？好，到第二小點就往前啦。他在復活嘅裏面，佢成為咗係複合嘅神你圈低，由成肉體嘅神往前到複合嘅神。呢個複合嘅神就同佢經過過程有關。咁呢個複合嘅意思咧就係佢有點講有好多嘅元素加到裏面，係咪？從佢有神性到佢有人性，然後咧加上佢嘅死，加上咧佢嘅復活等等就係咧就係舊約出埃及記30章預表嗰個聖羔羊佢就成為嗰個咧複合嘅神Amen。咁呢個見於邊度咧？就係使徒行傳，還有咧書信。咁喺呢個裏面咧，主要佢要完成咩咧？生機嘅拯救可以嘛？生機嘅拯救好，還係約翰福音約翰福音1章32節。咁約翰做見證啦，佢話我曾見那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留喺他身上咁呢一度請圈低呢個鴿子鴿子前面話佢係羔羊，到呢度咧就話佢係鴿子。講到佢係羔羊咧，同完成救贖有關，除去世人之罪。講到佢係鴿子咧，佢就成為咗嗰個咧分賜生命嘅靈
Amen 嚇。咁而呢個咧係為著變化嘅工作嚇，42節。點解咧？因為當嗰個彼得嚟嘅時候啊，係佢一見到西門啊，佢就幫佢改名啦。佢話咧你要稱為基法好有意思嚇，即係好似徒弟嚟見師傅師傅第一句説話就幫佢改個名。從今以後你就要叫呢個名啦。叫咩咧？叫做基法翻出嚟就係彼得其實就係含示咧變化同埋建造。變化同埋建造，好，咁到第三小點好嘛嚇，又去到將來嘅永遠啦，所以呢三個小點真係不得了，已過嘅永遠就去到將來嘅永遠，咁向將來嘅永遠佢係嗰位團體嘅神就見於新耶路撒冷啟示錄21、22章，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咁樣圈低佢係成肉體嘅神，再往前咧佢係或者我咁樣講佢從永遠裏進到時間裏，佢就成為嗰位成肉體嘅神。佢經過復活咧，佢就成為嗰位複合嘅神。至終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咧，佢就成為嗰位團體嘅神。好，第四小點，咁你圈低咧神人二性嘅合併。新耶路撒冷係咩咧？弟兄姊妹第一唔係天堂第二神與人不再分開呢位經過過程終極完成嘅三一神與咧重新變化得榮嘅信徒係咪？簡單講就係神與信徒，但係咧都經過過程成為神人二性嘅合併Amen 如果你問咁合併又係咩嚟咧？合併就係你在我內，我在你裏分不開啦互相內住 Amen 好到第五小點喺呢度咧有4個成為我哋咧我哋將佢圈低好嘛？佢係神中心嘅啟示同埋主嘅恢復邊4個成為咧？第一，神成為；第二，呢個肉體在復活裏成為；因着召會嘅墮落咧，呢個賜生命嘅靈成為，為要建造召會係咪？成為係啦，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我哋要感謝主所有嘅信息至終都係新耶路撒冷難得揾到一篇唔帶我哋去新耶路撒冷嘅點解咧？即係叫我哋嘅目標一再被定準神一切所作嘅至終就係要達到新耶路撒冷。4個成為可以嘛？成為肉體，成為賜生命嘅靈成為咧7倍加強嘅靈，成為咧基督嘅身體。好，咁咧下面有一個表有弟兄做嘅，咁我覺得咧好完備咁所以咧供參考可以嘛，弟兄姊妹。咁呢一個表咧，佢就將頭先嗰個綱目咧再做得咧更加完整我容許我咁樣講。佢喺呢度咧就首先睇最左嗰行好嘛從時間嚟講，第一就係在已過永遠裏啦，跟住咧就進到時間裏面跟住咧在復活裏，咁然後咧到召會嘅墮落至終咧就將來嘅永遠所以咧佢一共有5個時期係咪？好啦，咁喺嗰5個時期裏面咧，已過永遠裏有冇神佢就係嗰位太初啊嘛，係咪太初有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所以佢係嗰位咧太初嘅神顯喺邊度咧？舊約嘅裏面。咁喺舊約裏面咧，神係點咧？神係間接嘅同着人，在人中間嚟行動意思話咧，神還未能進到人裏面但係神係喺人嘅中間好啦，進到時間裏面就新約啦，佢係嗰位成為肉體嘅神，顯喺4福音頭先講啦，完成法理嘅救贖在復活裏面佢就成為嗰位複合嘅神或者話咧經過過程嘅神咁就係啟示於咧使徒行傳同埋書信，主要咧就要完成佢生機嘅救恩好，咁到但因着召會嘅墮落呢位複合嘅神佢就成為嗰位加強嘅神係咪？7倍加強啊嘛咁呢個就係啟示錄嘅1到20章為咗產生得勝者因為喺7個召會主一直喺嗰度呼召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好，咁至終咧到將來嘅永遠咧就係啟示錄嘅最後2章佢就成為嗰位團體嘅神團體嘅神即係話咧我哋亦都加進去啦係咪？我哋成為佢嘅擴大啦
我哋成為咧佢嘅一部分啦，至終就係呢個新耶路撒冷可以嘛？咁呢個表係好清楚嘅，就係用頭先個講法，響已過永遠到將來永遠，中間就係咧時間呢個橋梁。你睇見我哋嘅神係一直往前嘅，係嘛？從呢位咧太初嘅神，或者話單身嘅神然後咧成肉體嘅神，再往前咧係複合嘅神，再往前係加強嘅神，至終係嗰位咧團體嘅神，Amen 嚇。好，咁呢個咧供弟兄姊妹參考好嘛？好，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圖嚇，因為咧頭先我哋講下今週嘅信息，既然佢講到啟示，咁我哋就需要咧從主嘅話嚟到咧睇見即係咧呢一個嘅啟示。咁其中一個咧喺呢個第一大點咧，其實頭先咧好多嘅經文咧，有冇留意都係從邊一卷書出嚟？係啦，其實好多嘅經文咧都係喺約翰福音嗰度出嚟嘅喎。咁所以咧，其實你哋咧無論喺生命讀經或者喺結晶讀經，你哋就將約翰福音第一章，佢話原來約翰福音第一章就係從已過嘅永遠到將來嘅永遠喎。我哋重溫一次好嘛？我相信弟兄姊妹唔陌生嘅。點解咧？佢話佢因為喺呢個約翰福音咧，佢話5件大事嚇。第一就係從將來嘅永遠，然後咧佢成為肉體，跟住咧佢為我哋咧釘死復活然後變化我哋之中咧建造神嘅家就帶進咧嗰個將來嘅永遠就係依幅圖啦。嗱，兩個永遠中間就有咩咧？有創造，有成肉體，有救贖，有那靈，有建造，係咪？好，而家我哋睇經文全部都係喺約翰福音第一章嘅，係頂幫我哋再上啲，將嗰個係啦個經文再上啲。好，從已過嘅永遠就係第一節你就咁寫低第一節就得啦。約翰福音1章1節，太初呢個太初就係指著已過嘅永遠佢英文係 in the beginning 呢個 beginning 就係時間起手以先已過嘅永遠就已經有神話就是神咪佢話已過永遠就有呢個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所以第一節咧係講已過嘅永遠。好啦，然後咧到第3節，萬物都是藉着他成的，係咪？原來呢個萬物藉着他成就講到佢嘅創造講到佢嘅創造。好啦，再咁第二件咯，呢個第3件就係咧1章14節啦，話成了肉體。咁呢個話成肉體就係舊約定係新約？就嚟到新約咯。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有恩典有實際。好，到29節頭先講嘛，佢哋一見到耶穌看啦，羔羊係咪除去世人之罪的？咁呢度就講到佢嘅救贖，係嘛？佢嚟到地上，佢就係為着所以當佢喺十字架上，佢唔係話完了，佢係話成了，就成功呢一節所講啦。神嘅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好，咁再往前就係32節啦。就頭先講係咪？彷彿像鴿子從天降下啊嘛。所以一面佢係羔羊，完成救贖，一面佢係鴿子，分賜生命，帶嚟嗰個生機嘅救恩。咁而家一共有幾多項啊？咁快5項啦！在已過永遠裏，然後咧創造係嘛？成為肉體，佢嘅救贖，佢嗰個生機救恩咁至終咧51節講咩咧？因為51節佢話咧，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嘅使者咧上去下來喺邊度？人即係人子英文係 Son of Man， 即係喺呢個人子身上咧上去下來，上去下來。咁其實呢個就係雅各嗰個夢佢咪見到個天梯嘅？咁然後佢就話：哇！呢度咧就係神嘅家，係咪？係伯特利咁所以喺呢度你就見到前面所成功嘅就係為咗產生神嘅家，就係為咗產生召會，係嘛？咁至終咧召會就係基督嘅身體，成為新耶路撒冷。所以咧，從約翰福音咧，我哋要睇見咧，從已過嘅永遠到將來嘅永遠，在時間裏佢創造，佢成肉體佢咧釘死，佢復活等等
嚇，為著咧建造咧為著建造基督嘅身體嚇，Amen。好，咁然後咧我哋就翻嚟歌目啦嚇，嚟到第二終點可以嘛？Amen 嚇。我覺得咧今日能夠嚟聚會嘅太有福啦，Amen 嚇。點解咧？因為我真係唔知道喺小排或者主日聚會點樣交通呢篇信息唯有係喺即係呢一個場合裏面咧，可以咁樣進入呢個係嘛，能夠咁樣去進入呢篇信息嚇。Amen。好，第二大點神成為人，好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不在神格上成為神。這是整本聖經嘅是聖經呢個盒子裏嘅鑽石，也就是咧新永遠嘅經綸咁呢個係你另一個咧好特別嘅發表佢話聖經好似一個盒但係裡面有個鑽石咁咧我見下而家即係大家去旅行咧係咪特別日本哇嗰啲包裝咪好靚嘅係嘛？不過唔好話大陸啦，其實而家我哋祖國嗰啲包裝都好靚，所以有時咧你用完你唔捨得抌嗰個盒㗎，係咪？哇好嘥咁樣咁你頂就喺度用咗一個比喻，佢話係結果咧佢話唔識貨嘅人咧就哇個盒好靚但係重點唔係個盒重點係盒裡面有一粒嘅鑽石咁意思即係話咧聖經講好多嘢，聖經好豐富但係聖經裡面你要捉到嗰粒鑽石，咁嗰粒鑽石係咩咧？就神成為人，為要叫人咧在生命性情上成為神Amen。好，咁我哋嚟讀嗰個第一終點。第一終點咧，我咁樣你直接啲讀第二句，人藉著變化而成為神，係咪？有份於咧神的神性咁如果你有神興聖言咧，我哋可以一齊讀嘅。周二就係今天早上啦嗰個神興餵養嘅部分可以嘛？32面我慢慢讀。佢話你頂當時講下，佢話這些日子我有負擔釋放神話語中高品嘅真理佢話我願意找住咧每一個機會作這事。點解咧？佢講呢句話嘅時候係1996年，1年後佢就被主接走啦所以等於咧喺佢晚年嘅晚年裏面，佢話我要找住每一個機會都講呢件事。佢話其中一項高品嘅真理就係我哋能夠有份於神的神性這件事，何等奇妙我哋呢一班人係墮落嘅人，竟然呢個救恩將我哋救到一個地步，我哋能夠咧與主合一佢話這樣嘅思想咧的確非常嘅高現在我哋需要咧看見更高嘅事咁呢個就係我哋今周嘅負擔。主叫我哋咧有所看見能夠看見咧更高嘅事。咁呢個更高嘅事係咩咧？就係我哋呢一班神人有神聖嘅權利，有份於神的神性可以嘛？咁呢句說話請大家圈低3個詞我哋一陣咧再進入。第一，權利可以嘛？有權利咁有權利嘅意思就係你唔使求噶，已經有噶啦Amen 所以我話有機會我哋會將嗰首詩歌改一改神的兒女有權利係嘛？多年我哋就大喊並大唱嘛我哋睇下點樣寫一寫神嘅權利係咪？神嘅兒女有權利有份他的生命性情心思形象所示睇下翻等我有時間再翻去做有，但係個重點係有權利有權利係好唔一樣噶Amen。好，咁第二個你要圈低係咩咧？有份於一陣我再講好嘛？有份於咁第三你要圈低就係嗰個神性到底嗰個神性係咩意思咧？好，咁然後咧第二段弟兄幫我哋解佢呢個有份於意思就係唔單止有份，而且咧係一個享受Amen 有份而冇享受咧，係同有份而有享受係唔一樣嘅好啦，指明咧我哋有所得着，並且咧我哋享受我哋所得着嘅我哋呢啲神人咧係有神聖嘅權利能夠咧有份於神嘅神性 Amen Amen 即係話我哋有咩我哋爭取咩有權投票就已經覺得好不得了但係我哋係有份於咩咧？有呢個神聖嘅權利有份於咧神嘅神性Amen。我們都需要睇見我哋能夠有份於神性，其實就係我哋所講有份於神 Amen 好嘛？好啦，咁然後喺今周嘅歌目裏面咧有10個點嘅
係咪？應該係由 A 到 J 啦。嗰度有10個點嘅，係咪？咁所以咧，我喺度提一提下。第一多年來我哋話我哋咧有份於神性神人二性，到底神性包括咗啲咩咧？就喺呢10個點裏面。所以第一我哋要寶貝嘅就係，呢個綱目將呢10個點解開。當我哋當頂話，我哋呢一班人呢班神人有份於神性，原來神性就係呢10個點。咁我哋一陣逐個點進入，好唔好？好。第二請留意咧，呢個有份於咧，佢用嘅英文咧係 participating。participating。咁呢個 ing 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唔係曾經有份，我哋係一直有份，係咪啊？唔係今朝有份，而家冇咗。呢個有份於，一陣我哋讀下咩？有份於佢嘅生命，有份於佢嘅性情，係一直有。即係話我哋唔單止話得救嗰一刻，我哋我哋咧得着生命啦，得着性情啦，而係我哋天天咧喺呢度咧享受。呢個所以3個重點，第一係有權利，第二咧係有份於，而呢個有份於咧，我希望有一個印象就係我哋係一直有份天天有份，時時刻刻都要有份。咁第三咧，我哋所講嘅係呢個 divinity 神性，至少就喺呢度咧，弟兄俾咗10方面我哋嚟到認識，好嘛 ？Amen 佢唔係神學嚟噶，的確咧都在我哋嘅靈裏啊 ，Amen。好，咁我哋開始呢10個點一陣咧再操練都要講噶。第一，我哋有份於神嘅有份於神嘅生命2節聖經約翰福音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係永遠的生命，eternal life。弟兄姊妹，我哋以為你咩耳熟能詳係咪？但係我要講直到因為咧響嗰個和合本嘅方法就係永生所以直到今日好容易都係俾人一個觀念就係到我將來上天堂我就得永生，唔係噶聖經好清楚係你佢話凡接受他的。請留意叫一切信入他的，將來都得永生，係嘛？死咗之後得永生。我叫一切信入他的，今日係咪？你呢一刻你就得着永遠嘅生命，而呢個永遠嘅生命咧，其實就係神自己嗰個生命。好，咁歌羅西書更清楚啦。佢話基督就係我哋嘅生命所以咧神係我哋嘅生命，基督係我哋嘅生命。我哋乃係有份於神嘅生命。咁嗱，我喺度問咯，弟兄姊妹，我哋有冇神嘅生命？咁今日有冇份於神嘅生命？係咪？我哋有啦，但係我原來都冇轉向主，我都冇聯於他，即係都冇接觸佢。咁我哋有，但係我哋冇有份於，可以嘛？好，第二個B 點啦我哋有份於佢。係啦，佢嘅性情以弗所書1章4節呢啲咧記咗佢都唔怕噶好有用噶創立世界以前我哋嘅父就在基督裏咧揀選咗我哋，使我哋在愛裏在他面前成為聖別。咁你要睇見在已過永遠裏，係咪父揀選我哋就已經有一個目的啦，叫我哋成為聖別大宇宙中只有一位係聖別，就係神自己，係咪？所以當父揀選我哋，叫我哋成為聖別，已經有一個含義，就係我哋要有份於佢嘅性情，我哋先有可能成為聖別可以嘛？好，到彼得後書1章嗰度咧就講到啦，父嘅憐憫叫咧基督耶穌從死人中復活，我哋就得重生。咁然後第4節就講到最後一句佢話我哋咧能夠有份於神嘅性情。好清楚嘅，我哋成為咧神性情嘅有份者佢英文係 partaker 即係我哋係有份嘅Amen。我唔知持份者係咪咁樣用即係我哋係有份嘅好，咁呢個第二有份於神嘅生命，有份於神嘅性情。第三，我哋有份於神嘅神嘅心思又有2節聖經以弗所書4章嗰度，佢話在我哋心思嘅靈裏得以更新所以咧其實更新嘅結果就係我哋嘅心思更加像神好，咁腓立比書咧就更清楚啦，佢話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係咪喺英文裏面咧佢其實就係話
Let this mind be in you， 即係話咧，基督嗰個心思要放喺我哋裏面啊。Amen 啊！我哋屋企咧結婚就嚟30年啦好得意嘅我哋唔係冇錢，但係無論買啲咩嘢一定咧要商量嘅即係話咧姊妹想買樣嘢，佢總會商量好唔好買咁我咧即係我咧買一樣嘢要睇3次嘅跟住咧再商量好似要得着印證咁樣。咁喺呢度係咩咧大家都尋求對方嘅心思，係嘛？咁弟兄姊妹，我哋去買嘢，去超市買嘢有冇尋求主耶穌嘅心思咧？或者哇平就買啦咁樣，而家都唔使去鋪頭啦，係咪？就喺呢度買啦，咁樣一撳就撳落去啦但係喺呢度咧要學習尋求咩咧？主嘅心思好，第4我哋要有份佢嘅鎖匙佢嘅鎖匙。咁如果林後3章18節咧，咁你要留意咧就話佢話我哋要漸漸變化，係咪成為與他同樣嘅形象，從榮耀到榮耀。從乜嘢變化成咧？圈低主靈，好嘛？主靈就係主嘅自己，主靈咧就係主嘅鎖匙所以咧講到我哋咧有份於神嘅鎖匙，因為呢度講主靈還有咧就係以弗所3章8節佢話將基督那追測不盡嘅豐富呢個豐富咧就咧分賜到我哋裏面啦所以我哋就有份於佢嘅鎖匙好，到第5小點，我哋就有份於佢嘅形象有2節聖經嘅林後3章18節我哋就漸漸變化成為與他同樣的形象。呢個形象就係指外面嘅彰顯外面嘅彰顯好啦，羅馬書8章29節他也預定我們務成神兒子嘅形象，使他兒子能夠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請圈低形象好，到 F 有份於佢嘅榮耀羅馬書8章30節稱我哋為義，所稱為義嘅叫他們得榮耀希伯來書咧2章10節亦都講佢話咧佢話要領許多嘅兒子進榮耀裏去 Amen 所以咧簡單講呢個 A 到 F 咧A 就係重生，係咪我喺我哋經歷嘅過程就係B 咧就係性別C 咧就係更新D 就係變化 E 咧就係無成，到 F 就係得榮可以嘛？咁但係弟兄咧從咧另一個角度嚟開啟就係我哋係有份於有份於佢嘅咩咧？生命，有份於咧佢嘅性情，有份於佢嘅心思，有份於咧佢嘅鎖匙，有份於佢嘅形象，有份於咧佢嘅榮耀。Amen 好，喺呢度咧加強一下弟兄姊妹我哋要好感謝主點解咧？因為係聖經，你弟兄自己講，佢話聖經就好似一個拼圖你砌過嘛？即係你攞起嗰塊嘅時候咧，到底放邊度咧？即係呢塊放邊度咧？係咪我最記得噶啦，一定係揾嗰塊有兩條線嘅，咁一定係角落頭噶啦，係嘛咁你弟兄咧自己講佢話聖經就好似一幅大拼圖一唔知係5000塊定5萬塊啦，但係佢話拼，終於圖畫俾我哋拼出嚟啦。所以頭先我想講我哋引用嘅經文就係將呢啲一塊一塊咧拼咗出嚟Amen。如果我哋自己讀嘅話咧，我諗我哋冇人寶貝呢啲經文㗎，係咪？個個都寶貝咩咧？神愛世人將到獨生子賜給他們凡勞苦擔重擔到我這裏來係咪就得安息喝了呢個水又還要再喝喝我所賜嘅水永遠不渴我哋寶貝嘅都係呢啲，係咪？再沒有眼淚再沒有疾病但係我諗我哋冇人讀聖經會寶貝頭先咧所引用呢啲嘅經節，係嘛？但係弟兄姊妹，呢一啲嘅經節先係能夠將我哋呢一班人作成神Amen。好嗱我哋繼續埋嗰個剩下嘅4點就大家要操練啦所以可以咁講，頭6個點係一個組，係咪？就等於由我哋嘅重生到我哋嘅得榮Amen。如果我哋唔記呢啲經節我哋同人分享嘅時候被人問一問咁你話神應承係咁講噶嘛，係咪
弟兄姊妹，係聖經係咁講㗎，係嘛？咁所以咧，你其實啲經節就係咁多㗎啦，你記咗佢啊，就係你㗎啦。Amen 嗬！你真係要同尋求主嘅人啊分享，好唔好啊？分享咧呢一啲嘅豐富啊！我哋有個操練啊嚇，當我哋咧認識其他基督徒嘅時候，唔好第一句就問啊你返邊個教會係嘛？咁跟住咧好容易就落入嗰啲爭辯嘅裏面。你問下佢啊，你知唔知原來我哋又重生啊，然後會更新聖別，跟住咧有更新、有變化、有冒成、有得榮，冇人會同你爭辯㗎。啊，佢只會嚇你講咩啊？係咪啊？咁你就有機會打開聖經啊，一點一點係一節一節嘅講啊，由有份於神嘅生命到有份於神嘅係，然後有份於神嘅心思，接住咧有份於神嘅鎖匙啊，有份於神嘅形象，至終有份於神嘅榮耀啊。好，注意小點啊，我哋有份於神兒子嘅係兒子咧圓滿嘅名分嚇。以弗所書1章5節亦都講啊，佢揀選我哋，預定我哋啊，要得着咩咧？兒子嘅名分嚇。羅馬書8章23節，佢話咧啊，萬有啊都喺度嘆息，熱切等待兒子嘅名分啊。Amen！我見好多弟兄姊妹而家嚟到園區，好中意同嗰隻貓打卡啊。我就想講，當你對住佢嘅時候，佢亦都對住你。係咪？當你覺得佢好可愛嘅時候，佢亦都希望你快啲變得更可愛啊！更像咩咧？係更像神，係嘛？萬物都喺度熱切期待啊！神眾子啊，在榮耀裡面顯出來啊！啊！你養個寵物咧，你好開心啊！哎呀，越養越大，係咪？個寵物都希望我哋快高長大啊！生命在神聖生命裏啊！啊，佢都希望你快啲長大啦！啊 ，Amen 嚇！我哋就能夠進入榮耀自由啊！啊，好 H 嚇，有份於神嘅就係19節啦，一同讀下。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啊！可以嘛？啊，貓又好，狗又好啊，你去睇熊貓又好啊，佢都喺度咩咧？熱切等待神眾子顯出來啊！我記得我哋前年啊去成都睇熊貓，哇！朝早7點幾，用4個字形容人山人海啊！到底係人睇熊貓定熊貓睇人呢？啊，熊貓就得幾隻，人啊真係過千，我相信啊真係過千啊！到底係邊個睇邊個呢？羅馬書8章19節話俾我哋聽，受造之物都熱切期望啊！熱切等專切期望，熱切等待神眾子顯示出來。啊，好，然後咧，哥羅西書下佢話咧，基督係我哋嘅生命，他顯現嘅時候，我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啊，請留意一同顯現。我哋有神嘅樣式，係嘛？咁呢個樣式咧，英文咧佢係呢一個，likeness，所以就係 like 啊。就係似啊，所以到一個地步，有神嘅樣式就係像神啊，所以佢英文講嘛，唔係佢括弧講嘛，得以像神啊，呢個3章2節就係好好嚇。約翰一書，親愛的，我們現在咧是神嘅兒女，啱唔啱們啊？啊，將來如何啊？但我們曉得，他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啊，可以嘛？他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Amen 嚇，因為我們必要看見他，正如他所是的嚇。Amen。好，到第 J 啦，我哋就成為係嚇，我哋就成為神類啊。所以咧，我哋唔單止係人類啊，我哋得救重生啊。第一次生日，我哋就成為人類啊。當我哋第二次嘅生日就係我哋嘅得救，我哋就成為神類。啊！凡接受他的，就是咧信入他名，賜我哋權柄，成為唔係領養嘅啊，係從神生嘅。Amen 嚇！我再講，我哋好似好基本，但係今日容許我咁講，喺好多基督徒當中，佢哋唔係講得咁有把握㗎咋嚇！我哋係有神嘅生命㗎啊！我哋係從神生㗎，我哋係神嘅親生兒女嚟㗎。
羅馬書8章14節嚇，凡被神嘅靈引導的，都是神嘅兒子。那靈自己同我哋嘅靈見證，我哋係神嘅兒女。Amen 嚇。好，第二小點這神與人嘅羅曼史係咪？咁雅歌書講咩咧？雅歌書其實講咧尋求主嘅信徒喺佢嘅經歷當中係一直進步嘅，一個階段、兩個階段、三個階段，到第四個階段，至終呢個佳偶起初唔知佢叫咩名嘅，但係至終咧佢叫做書拉密女。書拉密女就係所羅門王嘅翻版係嘛？所羅門王就係咧男嘅，書拉密女就係女嘅，就成為咧宇宙嘅配偶。所以咧好有意思嚇，弟兄們放呢個點喺度，意思話我哋前面所講嘅有份於係咪嗰10個點，亦都在於我哋同佢有一個愛嘅關係，有一個咧親密嘅交通，就叫我哋能夠有份於前面嗰10個點。好，咁我哋咧餘下嘅一啲時間咧，我就會好簡潔嘅咧，交代一下嗰個第二大點同埋第三大點呵。咁第二大點咧，嗰個標題嚇，神聖啟示嘅高峰，聖經呢個盒子裏嘅鑽石乃係一個嘅啟示嚇。請留意下，喺呢度要畫低神係在基督裏面嚟成為人。可以咁講嚇，神不在基督裏咧，佢冇辦法有行動，亦都冇辦法咧作任何事。神乃係咧在基督裏成為人，為要叫我哋在生命性上成為神等等。好，咁歌目咧我就唔讀啦。咁最主要咧，我想喺度咧花少少時間咧，我哋睇一睇嗰段經文，好嘛嚇？因為咧我真係心生有幸就係當你哋講呢個撒母耳記生命讀經嘅時候，我竟然能夠在現場因為當時我就係參加緊全時間訓練嘅第一個學期我人生第一次呢個生命讀經訓練就係撒母耳記咁就喺呢度啦呢個係歷代志，唔係係撒母耳，我冇講錯，撒母耳記咁嗰隻奇妙嘅地方係咩咧？其實因為咧照計生命讀經就要一路講係咪一路講落去噶嘛？講到撒母耳記下第7章之後，你聽就堂都一路就係繼續講所以你讀生命讀經咧就一路講，後面咧佢就唔講啦因為佢嘅負擔就喺嗰度，咁所以我哋花啲少少時間。咁撒下第7章咧，佢有個背景嘅。咁當時咧大衛已經平定天下啦。咁經文弟兄係啦 ，OK。咁喺第2節大衛平定天下之後咧，佢自己就對申言者講喎，佢話：我就住喺香柏木嘅宮中，神嘅約櫃咧反而咧仲喺住喺幔子裏面喎。跟住咧，即係佢個意思就係我自己就居者有其屋啦咁神咧係嘛？即係神嘅約櫃冇地方即係好好嘅安放喎咁樣。意思即係佢喺嗰度有個意思，要為神做啲嘢咁然後咧，你睇第3節，呢個拿單又好有意思嘅。呢個申言者，佢話王凡你心中所想的，只管去作因為耶和華咧必與你同在咁一陣你讀落你就知。原來申言者咧，佢係憑住自己講嘢即係佢其實就係佢天然裏面有少少似我哋要為主咧做啲咩既然係為主嘅都係好噶嘛，係咪？好啦，咁你發現咧當夜你要第4節你留意當夜，即係耶和華都唔 delay 啦即刻要出嚟啦。耶和華嘅話臨到拿單跟住就同拿單講你去同我嘅僕人大衛講。耶和華係咁講嘅首先問佢一個問題你要建造殿宇給我居住麼？咁其實即係話咧，耶和華冇咁樣意思。拿單你自己叫做真係擅作主張因為佢同大衛講嘛，佢話：哇，凡你心中所想嘅，去啦耶和華實同你同在嘅咁樣。跟住耶和華當夜就出嚟啦。好啦，咁跟住去到12節因為照住神嘅命定或者安排。佢話你在世嘅日子滿足，即係大衛啦與你列祖同歲嘅時候，我必興起你腹中所出嘅後裔咧嚟到接續你。咁如果按歷史呢個就係所羅門係咪我必堅定咧佢嘅國，他必為我嘅名建造。所以喺神嘅嗰個安排嘅裏面，佢唔係要大衛為佢建殿佢係要所羅門為佢建殿咁請留意你腹中所出嘅後裔係咪
咁所以呢個就係大衛嘅後裔啦。係咪一個人啊？當然係啦，係咪啊？大衛嘅後裔係人嚟噶嘛？但係你留意喎，到14節佢就講啦。OK 13節，佢要為我嘅名建造殿宇，我必咧堅定佢嘅國位，直到永遠。呢度就有個伏筆啦，係咪？直到永遠喎。好14節，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嘅。咁呢個只係神嘅兒子喎，可以嘛？咁所以喺呢度又係一個預言，但係又係一個預表。預言係咩咧？的確就係預言所羅門後來為神建殿啊嘛。從大衛嘅腹中出嚟所羅門，係咪？咁但係原來呢個預表係咩咧？原來個預表係呢位基督。咁到羅馬書1章3、4節，保羅就將呢個打開啦。因為咧，保羅講嘛，佢話我係為神嘅福音被分別出來作使徒嘅。然後咧到第3節佢就講，佢話呢一個福音論到咩咧？他的冇錯，佢話呢個福音就論到他的兒子，就係神嘅兒子啊嘛。好，咁講到神嘅兒子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啦。我哋嘅主耶穌基督，第一按肉體說佢係大衛後裔生的。咁即係話咧，我哋呢位主耶穌佢成為咗人，係嘛？所以第一步就係，所以一個就係神成為咗一個人。你可以咁樣畫低㗎。其實羅馬書1章3節就係撒母耳記下7章12節嘅應驗。再嚟一次好嘛？撒母耳記7章11節，因為神喺嗰度已經應許嘛，佢係從你腹中係咪出嚟一個後裔啊嘛？應驗係咩咧？其實應驗就係羅馬書1章3節。當呢位主神成肉體嘅時候，呢句話應驗咗啦。咁但係咧，留意標點符號喎。佢話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咩號？未完噶喎，未完噶喎。按聖別嘅靈說是從死人嘅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嘅兒子。所以當保羅寫羅馬書講到神嘅福音嘅時候咧，佢講到福音嘅中心就係呢位耶穌基督，而呢位耶穌基督第一成為肉體，係咪？第二從死人中復活。好啦，咁佢成為肉體嘅時候就穿上，成為肉體嘅時候佢就穿上咗人性。咁佢從死人中復活咧，佢嘅人性就被拔高帶到神性嘅裏面，係咪？好啦，然後後面啦，以大能標出為神嘅兒子。咁呢一個咧，我哋就要將佢解開啦。呢一度所講神嘅兒子係唔係，或者我咁樣問係獨生子定係長子？大家都知道係咪？呢個就係個重點啦。但係多年來咧，我哋受蒙蔽就成為神嘅兒子係咯，主耶穌咪喺地上都係神嘅兒子啦。弟兄姊妹，唔係嗰個啊，係復活之後嗰個啊，唔係復活之前在地上嗰個啊。咩意思咧？我咁樣講好嘛？因為在地上佢係穿上人性，但係呢個人性咧還未咧被拔高到神性裏面，係咪？所以佢還未被身為神嘅長子。好啦，阿春蓮姊妹喺度係咪？佢話我個大仔叫林家偉，咁咩意思啊？咁好自然就問你仲有幾多個啊嘛？係咪？當你話我有個大女，意思就係我仲有，係嘛？如果你得一粒嘅，你就嗱呢個就係我嘅我就得呢個仔啦，得呢個女啦。咁所以喺呢度保羅傳呢個福音咧，佢係神嘅長子，意思即係話呢個福音就係要產生眾子。呢個就係個重點啦。咁所以咧，弟兄姊妹，我哋再講呢個唔係一個，我哋唔係只係喺度搞所謂神學道理，而係點解要咁樣搞清楚咧？因為他如何，我們也如何。佢就係頭一個版啊！我哋用原型啊嘛，唔係呢個原，係英文叫 prototype 嗰個原第一個版做過廠嘅人就知道啦，係嘛？第一個版你要睇10次睇20次，唔可以有錯。點解咧？版一有錯，後面全部都錯，係咪？如果即係等於我哋印一份歌目俾大家，如果呢份歌目個版錯咗個字，後面印嘅1000份全部都錯。咁所以最緊要就係第一個版。咁呢個第一個版就係呢一位神而人者
可以嘛？神嘅首生兒子咁我哋佢係完全完美，我哋就係佢大量嘅複製Amen 好，咁喺呢度咧，順便點解我頭先話，當你講到呢個撒母耳記第7章，佢就停低咧，因為佢喺嗰度佢嘅負擔係咩咧？佢話你要睇見佢話我特別咧愛主嘅人都願意為主作，係嘛？為主做事為主做工為主做。咁但係喺呢度咧，耶和華其實用英文就 stop 咗大衛喎。你係咪啊？佢停咗佢喎，即係其實對大衛嚟講，我好心好意係咪？你唔領情嘅係嘛？咁點解咧？因為耶和華睇見嘅係大衛，你能夠為我作，但係你都係憑你自己作。其實反而我需要咧，將我自己作到你嘅裏面所以咧，我要將我自己作到你裏面，從你而出嘅先能夠咧建造我嘅家可以嘛？咁呢個就係以弗所書3章17節，佢話基督藉着信要點樣安家在我哋嘅心裏。大衛想幫耶和華安家，但係咧其實耶和華睇見佢話真正需要嘅係基督先安家喺我哋嘅裏面Amen 好，咁咧呢個就係第2大點啦就講完啦。好，咁我哋就嚟到第3大點一同讀，唯有藉着神成為人，使人成為神，才能產生。這一點是神所賜給我哋異象嘅。係咁喺呢度咧，你要圈低就係基督嘅身體基督嘅身體。好，咁然後咧，請你去到第4終點，基督身體嘅實際請你圈低實際，好嘛？好，咁咧講翻呢本書呢本書之後，過咗2個禮拜，就有個當時嘅國殤節特會，叫做咧雙條嘅實行。咁喺嗰度咧，李鼎又再一次講，佢話呢個3個月我因為身體嘅緣故我冇辦法咧喺度盡職只能夠安靜咧喺主嘅面前。咁佢話一面咧李鼎話一路聽到好多好嘅消息意思話咧世界各地到處都向呢份職事敞開尋求亦都咧藉住呢份職事咧，當時喺全地已經興起1000多處嘅地方召會，當然唔包中國大陸啦咁然後咧，李鼎就講啦，佢但係主俾佢一個感覺主問佢一件事，係咪咁樣就係我就得滿足咧呢個係咪就係我所要嘅咧好多時候即係我哋即係用數字嘛，哇！你睇下越嚟越多召會，越嚟越多召會，唔係已經好好咩？咁然後咧，主俾李鼎一個感覺佢話我要嘅係得着基督身體嘅實際。咁所以咧，呢個基督身體嘅實際同佢講呢個神成人，人成神係一樣嘢嚟嘅。就係呢個綱目啦。所以基督身體嘅實際係咩咧？其實就係嗰一班被成全嘅神人，可以嘛？我用我哋嘅經歷嚟到講我哋參加咧嗰啲國際特會哇5000人1萬人然後咧翻嚟我哋就話哇有白人有黃人有黑人有仲有咩人紅人即係不同膚色嘅不同語言嘅哇我哋睇見基督嘅身體啦次次一見到好多人就話睇見基督嘅身體啦咁樣咁但係咧弟兄姊妹唔係話呢個有錯喎但係你哋更內在嘅如果呢3萬人或者即係咁多嘅人，全部都係活自己，係嘛？即係唔係喺嗰度活基督，唔係喺嗰度咧活神人。咁其實我哋最多只能夠講喺呢度有好大班會眾。但係基督身體嗰個實際係咩咧？就係咧，我哋喺嗰度咧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中國人唔再係中國人。韓國人唔再係韓國人，係嘛？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嘛。所以保羅到一個地步，佢話喺呢度咧冇希利尼人，冇猶太人，冇為奴，冇自主，係咪？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弟兄就要帶我哋往前。佢話我哋要睇見基督身體嗰個實際，就在於咧我哋都要被成全，成為嗰班咧神人。呢一班神人嘅組合。就係咧基督身體嘅實際可以嘛？好，咁我結語咧，請大家翻到周6我哋一齊睇下
神興餵養嘅第二段，可以嘛？神興餵養第二段，我在主嘅職事裏嘅負擔係啦，不是要建立你們作溫和嘅人、善良嘅人、斯文嘅人。咁你停喺度，你諗一諗，弟兄姊妹，做溫和嘅人，如果我哋在教會生活中又溫和又善良又斯文，仲唔夠？係咪？英文叫 ladies and gentlemen， 仲唔夠？係嘛？咁你睇頂話，佢話我要我嘅負擔，即係主俾弟兄嘅負擔，乃係要培養神。咩意思咧？因為溫和善良斯文，還係在天然裏面。或者話咧，還係憑住人嘅自己，係咪？但係咧，神人就只能夠憑着神啦。好，佢話至終聖經係要建立一個團體嘅人，呢個團體嘅人其實就係新耶路撒冷啊。聖經教訓所產生嘅嗰個結果啊，就係一個實體，就係咧新耶路撒冷。留意呢句話嚇，作所有神人嘅集大成。可以嘛？所有神人嘅集大成 ，Amen。好，還有一段就係咧41面，係咪有最後一段嘅中間？應該係第3行可以嘛？41面最後嗰段嘅第3行我慢慢讀。佢話不管我哋天然嘅己得着多少建立不管咧天然嘅聖靈得着多少培養，我們絕不能成為神嘅顯現。也絕不能成為基督身體嘅一部分可以嘛？我喺度講一個小故事Ron 弟兄應該喺聚會裏面做過好多次見證，佢係喺神學院畢業嘅。當佢咧應該係畢業之後當時李弟兄就到咗美國啊嘛，咁佢就已經叫做聞風啦聽到有一個係魏拓星嘅同工嚟到咧美國所以咧Ron 弟兄咧就去參加李弟兄嘅聚會。聽李鼎講道，聽完李鼎講道之後，你知道 Ron 鼎就俾咗一個印象喺佢自己裏面嘛。佢係呢一個人，唔係喺度彰顯自己。佢好似用咗一個字，佢話呢個人好似佢係通透嘅。咁咩意思咧？意思即係話佢喺神學院裏面，你估佢冇聽過名人講係咪上課咩？但係佢話好多嘅名人彰顯出嚟嘅係佢自己。就呢度所講啦，可以係佢天然嘅能力、天然才幹、天然口才，甚至佢天然都聰明。但係彰顯出嚟唔係三一神。但係當佢碰到李弟兄，即係咁講下，佢話英文啲有口音嘅broken English 但係呢個人將三一神彰顯出嚟，就係呢度個重點可以嘛，弟兄姊妹咁所以我再講我哋今日在主恢復裏面，我哋唔係培養天然，係嘛？反而嚟到咧要叫你死，係咪叫你咧天天死要叫咧我哋呢個人被埋葬就上週講嘛，主耶穌頭一出嚟盡職頭一件事就係要先埋葬好，再讀埋落去佢話呢個咧係我哋神人嘅責任。神人咧由神所生，有神嘅生命，係咪性情？憑調和嘅生命、調和嘅性情過生活，建造基督身體，作為神嘅顯現佢話呢個就係聖經嘅啟示好嘛？好，跳一句佢話這個神人必須咧得到培養長大所以咧我哋一再強調嘅就係吃他、喝他，係咪呼吸他？我哋有冇同弟兄姊妹講話？弟兄姊妹，我哋要模仿他冇因為模仿係冇用嘅 ，Amen 模仿完咧模仿完仲有個結果㗎，你知道係咩當然會打回原形仲有係咩咧？模仿嘅結果就係好攰係咪所以咧，我真係認識有朋友，佢話哇做基督徒做到好攰弟兄姊妹攰唔攰吃喝享受就唔攰。Amen。好，讀埋這樣眾神人就知道如何建造自己作基督嘅身體為着咧神嘅顯現，亦都要完成咧神的經綸。Amen。咁我希望咧，藉住我哋咁樣讀呢個話，我哋能夠咧摸着嗰個負擔。我哋喺度我哋嘅負擔唔係只係講一啲咧所謂嘅真理或者道理，弟兄好清楚睇見主所要嘅
就係咧要在地上，要在眾召會中間產生一批又一批咧被成全嘅神人啊，可以嘛？有份於頭先所講嚇神嘅神性啊，至終呢一班人咧就成為嗰個基督身體嘅實際。Amen 嚇。好，咁我交通咧就到。